喺我眼前呢部就係 Uher 嘅 BA10 Pro Busking， 係呢個有史嚟最細部、最輕巧同埋最抵玩、最多功能嘅音箱。咁我哋開盒睇下先啊。首先一打開有佢嘅說明書啊。咁有兩條 cable， 一條咧就係 Type C， 就係俾我哋係直播錄音用嘅，陣間會示範俾大家睇。另一條 USB 插電線，咁啊睇下個機身先啊，非常之輕巧嘅。嗱，首先睇個正面啊，正面有咩咧？就有 effect 嘅嚇 delay reverb 啊，有個 aux 嘅 volume， 咁啊有藍牙噶啦，梗係啊，有個通啦，可以較尖啲沉啲啦，呢個非常之重要嘅 volume 就總體大細聲啊 power 撳掣就開機 hold 一陣啊，咁啊開到機嘅綠燈，咁啊又可以駁到藍牙嘅，咁啊呢個就係 input 位置係你嘅 instrument。咁睇下機身背面啦嚇，機身背面咧就係呢個 USB 充電啦，或者你係直播個窿啦，咁啊 aux 啦，入耳機都得嘅。仲有個咪煙，咁啊大細聲 volume 喺晒度，咁啊仲有一樣驚喜咧，就係有個袋啊，可以俾我哋裝住呢個 M 仔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啊，總共有咁多嘢，都係300幾蚊，真係抵到爛啊！咁啊，轉頭啊，俾條片大家睇睇佢嘅效果如何。多謝晒。咁我而家咧就駁好晒啲嘢啦。首先啊，呢條 cable 就駁吉他啦，就有 effect 啦。另外後邊條 cable 咧就駁咗支咪嘅。咁啊，用翻原廠條Type C 線就駁呢個手機，咁啊可以有呢個錄音解碼嘅效果。咁啊試下啲聲先啊。首先個吉他聲掃下 chord 先啊。雖然機仔細細啦，吹 busking 都頂到下㗎，又冇問題㗎，可以試下先。試下人聲啊！天生你是個都不不朽的男子，不需修飾的臉孔都不錯，風霜撲面歌都不可吹熄烈火，幾多辛酸依舊他都經過。呢部機仔細細已經有齊咁多功能，咁啊公司有現貨，有時間可以過嚟試下，多謝晒。